行政院长陈建仁今仔日去视察新北瑞丰的圆山分水道，避免家人河水下袂离，双北做大水。不过风台要来啊，今仔中昼家人要是有人走去看海泳，出门踅街的人嘛袂少。中度风台海葵影响台湾，为着确保袂做大水，行政院长陈建仁参经济部长王美花今日早时视察预防大台北地区淹水的圆山分洪道。基隆河是我们淡水河的水系当中的3大支流之一，而且它都是高度开发，所以一旦淹水的时候，那影响的国计民生是相当的大。风台的威胁会愈来愈明显，陈建仁呼吁民众无代志莫出门，但是来到家人的海边啊，所有民众伫咧看海泳。越晚会风浪会越大吧？阮今日看看，就要登去饭店啊。海洋窗口海岸上喷起来的水比人搁较悬，看起来是介惊人。不过也是有民众欢喜咧翕相。今后转到家人庙口夜市，虽然风台就要来，但是踅街的人潮也是差。少一点点而已的，因为今天还是天气还是蛮好的啊，所以不光晚茶跟大一样。因为店租很贵，对，所以还是要做生意。为着拼生活，石头也是爱做，但是风台海葵挖近，阴暗到明仔早起风雨上大，民众也是爱加注意。记者郭文社桂林新北家人报道。